麻烦问下，这里离皇城还有多远？过了血马镇就是。啊，多谢。这时候还有人去皇城？谁让传闻里王胜也要去呢？蜃楼计划，请相信我，皇族的所有人，包括我，均因他而生，也都可以为他去死。现在吴有成要杀你，几大家族要取你的血去进阶，只有我能帮你。有了蜃楼，才有了这万千元魂，而有了元魂，就有了天下的万千护宫。蜃楼的事并不像你说的那般简单，一旦九字真言完成，整个世界都会随之而变。王阳，记录任务，完成蜃楼计划九字真言。